聖經講釋迦啲出一個簽人書24:17節樣講到，當一個鐵人，乜嘢不壓的人，乜嘢心痛苦嘅人，對敵之時，在一個心中無限嘅，一上帝嘅聖經9:7節，佢對敵乜嘅呢？撇自己嘅家庭敵難，撇自己嘅工作透露敵難對敵，撇自己嘅信心敵難，一個身份敵難，切家無限嘅喺嘅心中。但係呢，因為呢個簽人書24:18節樣講到，為了上帝唔會看到嘅人為你安排嘅人啊，佢都唔會隨你嘅上帝。所以有人自家看到自己兄弟姊妹或者朋友家為對敵對於呢個生活工作透露，自家嘅心中無限嘅。但係ở人班人呢，馬太福音5:44節樣講到，佢講耶穌講，但係我講呢啲，你愛錫一個小人，小人咪呢，乜嘢壓，乜嘢心痛苦，乜嘢心中嘅灰心，乜嘢心中嘅不安，欺負了你，威脅了你。就係按照小人第個福音9:7節，小人即刻係禱告本嘅，小人即刻係祝福嘅，即刻係看顧嘅，呢都係免貴。愛人班人即刻這樣呢，就係即刻先得到上帝嘅愛，要喺即刻心中，即刻就能夠發出一個愛。本人即刻先嚟到上帝嘅面前，先宣言即刻嘅錯，宣言嘅罪，佢原諒即刻嘅錯，原諒即刻嘅罪，即刻得到上帝嘅愛，即刻讓原諒人，即刻有忍耐嘅心，要有愛嘅心，要有慈良嘅心，能夠發出對於人每個痛苦，人每個不安，即刻能夠原諒佢，把禱告本佢，把祝福佢，也就係上帝教出嘅真理，本切家去行。主祝福大家，阿門。